歡迎收睇節風暴消息。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嘅天氣。喺下午4點，位於菲律賓附近嘅熱帶低氣壓，集結馬尼拉之東南偏東約590公里，預料向西移動，時速約10公里，橫過菲律賓中南部。睇下大船路徑圖，熱帶低氣壓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45公里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，表示火災危險性頗高，應該要小心處理火種。現時溫21.7度，相對濕度69%。預測大致天晴，明早市區最低溫約19度，新界再低幾度，日間乾燥，最高氣溫約24度，吹和緩東至東北風。展望星期一天晴乾燥，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。下周中至後期大致多雲，下周末北風增強，氣溫顯著下降。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會喺未來一兩日繼續影響華南，該區天色大致良好，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。而一道廣闊雲帶會喺下周中至後期覆蓋廣東沿岸地區。預料一道冷鋒會喺下周末抵達華南，該區北風增強及有一兩陣雨，氣溫顯著下降。受隨後嘅東北季候風影響，廣東沿岸早晚清涼，天色逐漸好轉。此外，位於菲律賓附近嘅熱帶旋會喺未來一兩日橫過菲律賓中南部，進入南海南部並逐漸減弱。今次嘅風暴消息報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